預算案繼續有多項惠及基層市民嘅措施，向領取社會保障金嘅合資格人士發放額外1個月嘅津貼金額，包括綜援、生果金、長生津、傷殘津貼及在職家庭津貼，涉及額外開支約65億。支援長者方面，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下年度起增加4000張至16000張，長者院舍照顧服務券亦會增加1000張至總數7000張。至於長者醫療券獎賞先導計劃，亦會延長至2028年底。長者同一年喺特定基層醫療服務使用醫療券累計達到1000蚊，就可以獲500蚊醫療券獎賞。陳茂波指出，銀髮經濟工作組舊年公布嘅30項措施，大部分已經取得成果。政府會繼續同業界合作，推動銀髮經濟。打算到大灣區養老嘅長者就要留意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。今個月起會新增2間安老院至26間，覆蓋大灣區內地9個城市。至於年中起喺廣東及福建養老嘅合資格長者，可以選擇將津貼直接匯入佢哋嘅內地銀行帳戶。上面嗰啲院舍又大又多人手嚇，咁空間活動都大啲啦。你如果啲院舍肯上去嘅，我都唔反對嘅。就係話香港市民其實係對於內地嘅唔單止價廉物美呢個咁表面啦，而係服務質素，我哋亦都有好強勢嘅，就係相對充裕嘅人力資源啦。真係好多落地又平嘅科技創新或者係樂齡科技創新，亦都包括譬如智慧安老，透過大數據去監測你嘅健康指數等等嗰啲，真係五花八門。鄧家彪又指，內地院舍嘅醫藥水平提升，加上價格因素，或者會比香港嘅院舍優勢更大。說在線記者陳耀津報導。